来看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有一个关心同志权益的组织哦，因家不针对同志无优先国家的国旗设计成做一领裙，呼吁全世界都爱重视接受性取向民众的权益。配合10月底台湾的同志大游行，这领裙嘛伫台北市政府的展出。一领彩色长裙踩伫台北市政府的大厅，真足甲看，中间是足侪国家的国旗。遮尔水的一领衫背后有悲伤的意义。The dress is made of 68 national flags from countries where being LGBTIQ+ is criminalized, including 9 countries where homosexual acts can result in the death penalty. 荷兰阿姆斯特丹庆裙基金会伫2016年做这领裙，迄时馆顶有77个国家，这10年来有9个国家甲 LGBT 除罪化，譬如新加坡、印度等等，所以基金会就甲遮个国家的国旗用代表 LGBT 族群的旗旗冚过。The Amsterdam Rainbow Dress Foundation believes that art is an excellent way to get this message across. By interesting people with a beautiful object, we lower the threshold to talk about the less beautiful and maybe uncomfortable story behind it. 庆裙即摆来到台湾嘛，邀请台湾的摄影师甲变装风hiệu伫台北有名的景点翕相，譬如下海城隍庙等等，互大家看到这领裙甲台北桃园的水。这次能够在霞海城隍庙拍摄，我觉得格外的有意义，因为霞海城隍庙它能够接受同志族群去追求他们的姻缘，然后提高他们保护以及祝福。10月10日开始，庆裙会伫台北市政府大厅展出，逐工中昼创办人嘛会出来小解伊的理念，一直到入到台北同志游行的迄天。记者林书谢桂林台北报道。